甲朝早大水，就走17条人命，超过2200万人面临大水警戒，已故财损的超过300亿个台票。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因为牵涉贪污犯掠去关，支持者要求放人，爆发警民冲突，一共47个人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新闻的头起先提供观众朋友交通的消息。因为昨半暝苏花公路159.3公里的大清水公坑是双向崩山，双向的交通拢未通。这崩山的范围是有5公尺宽、25公尺长。公路总局是预估要到礼拜下晡才有法度修理好势。这段时间若是要经过这段路，是要安怎？咱即马就回来看。若是一般小型车要往台中方向，咱会当看红色的这条线，是建议走中环。若是过中环了后要就北，就会当接国道4号。也若是要讲宜兰，咱会当看青色的这条线，会当建议走台7甲线。对花莲到台北车程是当然一定会变久，大概需要3-4点钟。不过，若是大只车的话，就无法度走中环，就建议爱走蓝色的这条线，落南走南回公路，接国道，安尼才有法度到台北。若是要对花莲到台北，预计都要8点钟以上。也若是公共运输的方面，代替这4天是会加开42班的区间车，互需要往回这段路的旅客来坐。水路的部分嘛有安排快轮，会当往回花莲港甲苏澳港，民众只要到现场排队，就会当免费坐。乌头机进入动工，大石料石头挡住去路，工作人员赶紧抽修，为空气月平勘查。崩坑顶面山壁大规模崩起，遍布规个光秃秃，大概1200立方公尺的落石，一日也平落来。土石继续落，周边真危险，工作人员真细致。苏花公路159.3公里的所在，大清水崩坑南口，在暗11点55分遍布突然崩起。地海更高甲南马空头明隧道有25公尺长，公路总局研判最近地动，互大理岩盘出现避损，加上落雨侵袭，才造成事故发生。现场摊落的石块还有夹杂混凝土块，那施工时效性不佳。我们预计会在15号的下午17点进行抢通。抢通也个单时间，等于是东部陆路全部中断。也不过，春节要到，已经对内地居民开车往来交通便利性受到影响。我来的时候，前面半小时就瘫了，然后警察就叫我不要过去，我就在那边，我就是第一台啊。你看看我们全台湾本岛，就是有花莲、台东。没有快速道路，没有高速公路。苏花公路未通，线路才会当到花东，也让当地旅宿业者烦恼，观光佫会造成冲击。目前来说，其实取消的或者是延期的比例不到5%，但最后我们认为影响的应该会在20%到30%。无论旅游还是回乡开车，只有苏花公路会当行，尤其即摆放弃的路段，无过是苏花改范围内有立委质疑，像边坡安全规划中央无清楚负责的交代，就连苏花安道路兴建到今也唔知什么时阵。6、7年来完全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时期跟日程，只看到口号。什么时候要给花莲台东人安全回家的路？我们现在就是全力把这一个苏花安赶快让它完成。现在已经重划规划完成现在我们在审了，然后环美也同步在进行。短期就是继续在边坡再做一些强化。一条崩山事故也互往来花莲的行车安全佮引起讨论。交通部长吴国才表示，会加速推动苏花安完成。即摆放弃路段，未来会设计做9.7公里的长崩坑，目前环评甲综合规划拢在进行。另外，开的新路线并伫2032年完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来国外，美国的加州是自去年的耶诞到祈祷单，连续几落阵的气旋甲大水雨，已经夺走17条人命，超过2200人当面临大水警戒。世界拢咧停电、路断气，甚至佫有崩山的灾情。预计损失佫有灾后停电的费用会超过10亿个美金，就是300亿个台票。
加州首府沙加门度市伫小连线太平洋大风雨的影响，一寡所在到10月拢淹浸伫水内。加州新年一日开始，即届强烈大雨是由强烈低气压形成的炸弹气旋，甲为海洋扫把水器的大气河流所产生的强关效应造成的。部分所在落超过610公里的雨量，停电、道路崩塌、崩山这的灾害真济。滨海正出名的海波度假地点圣塔芭芭拉、圣塔克鲁兹这的所在出现真大的海涌。湾海主题区商店街严重受损。州长纽森70在区卡皮托拉视察的时阵表示，这届大水雨拢总至少吸离34000人，证实已经有17个人不幸死亡，超过2200万人拢伫大水的警戒范围。更较害是厄运敢无停止的迹象，这个拜六开始到18，一定会阁有几落届大风雨会到。加州才拄啊度过3年的酷旱，即摆又过小连线拄到大水的侵袭。纽森是讲，这就是极端气候带来的恶果。The dries are getting a lot drier the last 3 years, and the wets are getting a lot wetter. This weather whiplash is that new reality. 这个冬季小连线几届大水雨对加州20多年来上届严重的酷旱，是毋是有挽回作用力？科学家的答案恐惊会予真侪人失望。科学家是讲，这就要几落年超过平均大的降水量，才会当予水库的水位转来到健康的水平。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3件新闻。南韩执政党议员访问日本，针对二战期间日本企业强制征用韩国劳工的代志，甲日本政府讨论赔偿问题。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有假新闻讲，伫咧南韩较真的中国人，封关伫咧无眠床、无烧水的房间。南韩的官方即马是公布假日场所相片，强调是设备较全特点。英国《Times》报道，作风残忍的罗西亚将军斯洛维金，做战术的指挥官3个月就去互换掉。罗西亚国防部长是宣布由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来接任，这是战争了后罗西亚第2届换指挥官。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学历讲经历拢是假的。纽约州共和党议员桑托斯已经宣誓就任。共和党内即阵是有天差地的意见。有4个地方议员是要求桑托斯落台，不过共和党的高层是表示讲袂强迫桑托斯辞职。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媒体亚康，伫拜登做副总统期间的智库办公室找到国家的机密文件，即马佫伫咧另外一间私人的办公室找到另外一批，这场机密文件争议恐惊是继续扩烧。中国新冠疫情是家家无法度收煞。不过，因官方公布的确诊，佮有死亡的数字是少甲无人要信。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中国，暗砍数字，无论是对因国内也是对国际来讲是有歹无好，要求中国都要公开疫情的数字。而且中国地遐尼宽，农村地区的医疗资源是真欠缺。咱看到都市有偌严重，偏向间内更较清楚。中国顶个月取消清零政策解封了后，疫情快速传开，真大贫富差，互农村偏乡陷入困境。安徽省渌州这间病院拢招是老人患者，座位顶悬也有真侪人伫住大堂。330万人的帮补4周的农村，干那小诊所、药品加快筛剂早就用完了，村民只好家己想办法。没测就给俺怀疑的，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还不知道的，都状况都有，都讲是就这个病。有的人发热1贴吧就好了，我们稍微严重的。你就买不着退烧药，都是感冒药。小诊所医师甲发现社记者讲，家己顶个月一天工作14点钟，增加10位患者排到室外，当前敢会当送去大城市。好在顶一届疫情高峰已经完复，中国官方不愿意对记者公布染疫甲死亡数字。伫这个同时，因应春节前后人口大量流动，农村市场开张，增派医疗巴士顺回河南、陕西等各省基层偏乡，提供发烧门诊、检查配药啊、送药啊一站式的服务。WHO still believes that deaths are
heavily underreported from China. 中国解封了后，疫情无透明，官方的数字无法度照实反映现况甲冲击，世卫组织真侪界表达烦恼，认为北京对新冠疫情死亡比例定义伤严，即嘛需要鼓励，毋是阻挡公卫体系医师通报，呼吁中国对春节期间疫情的变化公开透明。First and foremost i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mission dynamics of COVID across the country, and really understanding the breakdown and the increases or decreases in hospitalizat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 ICU capacity and the burden in terms of intensive care across the country, and those COVID-related deaths. 对这代志，中国官方专家是讲，大流行期间重点任务是救治，目前无必要追究每一个病例死亡原因。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秘鲁的前总统卡斯蒂约因为牵涉贪污，去互大陆落台抓起来关。支持者示威时要求放人，抗争愈加愈热。南部爆发严重的警民冲突，已经有47个人死亡，而且佫引发安全部队镇压手段伤过粗残的争议。民众光观察行伫路的大马民主已经死啊！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去年12月，因为涉嫌贪污甲非法解散国会，去人罢免逮捕，引起全国的抗争。抗议的民众连续几日天伫南部普努的所在，甲安全部队发生激烈冲突，敢若找到一天内就17个人死亡，这是抗争发生以来上界严重的一天，互失去亲人的家属真伤心。代志发生了后，有关当局宣布普努的所在挨到3天，佫实施宵禁。暗过民众抗争拜三连到东南部的库斯科，安全部队用催泪瓦斯对付弹石头的人，路边一直有人倒伫涂骹受伤，军警是一直逮捕抗议的人，不过是为民众并无因为安尼退场。Empezamos en provincia, en nuestra tierra. Casi no nos hacemos sentir. Ahora todas las provincias han venido acá a la capital de Cusco. Ahora mira cómo nos trata. 人权团体指控秘鲁军警使用致命武器，军方也反抗抗议民众但家己制造的炸弹。针对安全部队执法无适当的质疑，秘鲁最高检察官办公室是讲，普努所在的原住民艾马拉人长期受打压，所以当针对总统甲伊的内阁是毋是牵涉到种族灭绝、杀人罪甲动伤罪展开调查。另外，美洲人权委员会也真拢关心。Diferentes organizaciones de la sociedad civil, a personas familiares de víctimas, una escucha amplia que nos permita finalizar ya con una conferencia de prensa el día 13 de enero, donde daremos las. 秘鲁这场20年来规模上大的抗争愈来愈激烈，民众的诉求包括释放前总统卡斯蒂约、提早举行大选，佮要求新总统普鲁阿尔特落台。不过新政府拜二成功闪过国会的无信任投票。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美国顶礼拜是宣布，逐天会接收3万的移民，限制是对海地、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国民，而且还是坐飞机合法入境的照算。这个政策的目的，就是要甲非法对陆地行过边境偷渡的人数减少。海地人即阵是小钱办护照，要去美国找出路。驻港的移民署外口是一堆人伫遐，为着维持秩序，移民署办公室是甲铁门诱落来，每一摆敢若开一旁，互一个人入去到内面的人早就客甲满，因排遮长，目的敢若一个，就是要办护照，方便后壁来办美国签证。拜登政府顶礼拜宣布新移民政策，逐天要接受3万个对海地、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来的移民，申请人爱通过安全审查，以合法定数坐飞机入境。另外，美国嘛要有经济担保人，生活嘛，互想要来美国的海地人佫较侪。On dit environ de 4 États-Unis qui citoyens. Moi gagné qui n'est pas 13 nièces et neveux qui citoyens. Moi ça fait, moi venu pour me faire plus rapidité pour me capable pour s'imaginer un passeport. 海地最近几冬的政策是真安导，自从2021年总统摩伊士洪暗杀死亡了后，政治腐败、恶盗嘛四界作乱，绑票讨钱变作太子港的日常，少年人只好离开去讨生活。Ok, moi mon pays qui va fonctionner, mon pays côté
Yo pas bail mon respect côté yo pas valoriser jeunes. Moi pas dit que pour tout jeune qui était pays nous même on choisi pour prendre décision parce que faut me vivre.预办护照的民众实在伤济啊，规个程序唔若是浪费时间，贪污的弊端嘛开始出来，想要较紧摕到护照，都要开2倍钱，甚至是搁较悬的费用。但是，就算爱付出搁较济代价，海地人共款无愿意放弃任何一个达成美国梦的机会。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国际人权观察组织将是发表年度报告，内容大部分拢是咧讲乌克兰甲罗西亚战争，讲罗西亚是多杀平民犯战争罪。不过，这报告当中无讲到乌克兰人防止控苦毒政府的行为，这嘛互人质疑讲立场无够中立。More and more evidence has come out about the gross violations that have been committed by Xi's regime.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 HRW 的年度报告指出讲，除了这侪年来打压维吾尔人，中国伫咧习近平甲权力掠掉了后，违反人权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特别是长时间以清零防疫为理由，限制人民的行动和正常生活的权利。伫俄罗莫济火灾死亡事件了后，引起白纸革命，北京当局嘛大力来镇压抗议的活动，连采访的外国记者拢互掠去。在这份上新发表的报告内面，占上大片的都是俄乌战争的部分。对开展了俄乌外久的布查屠杀事件，到俄罗斯大规模飞弹攻击各地基础设施，含在各地镇压反对派。报告指明俄罗斯政府含总统普廷必须承担违反人权的罪名。There have been a plethora of abuses by Russian forces, both during the conflict but also as the Russian forces have withdrawn from certain towns and villages. 不过，这和去年11月联合国调查的结果是差真侪。根据部分的媒体报道，战场顶悬的乌克兰官兵，共款有苦毒政府的情形，甚至是处决已经投降的敌军。We have received credible allegations of summary executions of persons ordered to combat and several cases of torture and ill treatment reportedly committed by members of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国际人权观察组织嘛，对欧洲各国使用到去国外的真侪乌克兰难民，佮团结起来制裁俄罗斯是真恶劣。另外，伫中国的方面，人权观察组织认为讲，各国就算伫中国有真大的经济利益，嘛愈来愈无可能对北京迫害人权假啊无看到。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薇，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